細空間其實最考驗設計，因為每一寸都影響住一家人每日嘅生活節奏。今次呢個約390尺嘅家，需要容納一家4口，加上外傭姐姐，5個人一齊生活。由於受到居屋嘅 MIC 結構限制，廚房同浴室位置嘅佈局無法大改，所以我哋思考嘅唔係點樣改得最多，而係喺點樣喺有限空間裏面令生活變得更舒服、更有秩序。入門位置加入鞋櫃、收納格同埋琴鍵掛架，俾鎖匙、紙巾、袋同日常小物都有佢哋固定嘅位置。因為真正舒服嘅家唔係完全冇雜物，而係每樣嘢都有屬於自己嘅位置。而利用高樓底設計嘅玄關床，上層拉開趟門，係俾工人姐姐嘅休息空間，頂部增設透氣孔，增加呢個細空間嘅透氣度，而下層就可以收納大型家品。透過垂直收納，就可以將有限嘅空間重新釋放。客飯廳部分，我哋將展示櫃、餐座、梳化同埋收納結合成同一組家私，因為喺細空間入面，秩序感比放更多家私更為重要。而隔音露台亦被轉化成一個獨立嘅晾衫位，唔使再將衣服晾喺室內，另外都可以擺放一啲雜物，唔使浪費屋內任何空間，令室內保留更多活動餘地，整體感覺更加清爽。小朋友房用咗玻璃趟窗，保留私隱之餘，亦都讓日光可以自然滲入空間。地台設計增加收納之餘，亦都可以令小朋友多咗一個安心嘅玩樂角落，甚至預留咗電子琴位置，為家庭未來成長提前做咗準備。主人房加入咗 L 型衣櫃，提高咗收納效率。床尾亦設有小型嘅梳妝台，收納返女主人嘅化妝品，同時保留返生活裏面少少嘅儀式感。房間用咗大量弧形同木色調嘅設計，令到房間更加有舒適感，俾人放鬆嘅感覺。而接住落嚟係廚房，雖然空間唔大，但透過全高嘅電器櫃，令到備餐、收納同動線之間取得平衡。浴室就重新規劃配置，提升一家人同時使用時嘅效率。無論係大單位定係細單位，只要透過合理嘅規劃，都可以住得好舒服。
我哋相信真正好嘅設計唔只係望落舒服，返嚟啦，而係當你每日返到屋企，都會感受到生活真係變得輕鬆咗。